嗨，我係阿啤，呢度係一個讀書俾你聽嘅 channel， 有啲可能你一世都唔會睇嘅書，我睇完讀俾你聽，你聽完又再話返俾人聽，咁就搞掂晒啦。莊子內篇第四，人間世。有一個木匠叫石，佢要去齊國開工。佢行到一個叫做曲原嘅地方，見到一棵巨大無比嘅櫟樹，被當成社神供奉。嗰棵樹大到點？樹蔭可以遮到幾千隻牛，樹幹粗到幾百尺，樹頂高到似乎遮擋着後面座山嘅山頂。樹身直直咁生長到好高好高，先開始有分支。嗰啲分出嚟嘅大枝幹，每一條都可以做到獨木舟，係有10幾條咁多。觀賞嘅人逼到成個街市一樣咁熱鬧，但係木匠望都唔望一眼，照行佢自己嘅路。佢徒弟就非常好奇，企喺度睇咗好耐，之後追返上去問木匠：師傅，自從我跟咗你學木工，到而家都未見過一塊木咁靚咁大，你點解連望都唔望就走啊？木匠就話啦：算啦，唔好再提嗰棵樹啦。嗰棵係完全冇用嘅廢木，用佢做船一定沉，做棺材好快爛，做日用品好快壞，做門窗會滲樹液，做梁柱一定生蛀蟲。總之就係唔成材，冇所作為。正因為完全冇用，先至可以生到咁大咁長壽。後來木匠返到屋企，夜晚瞓覺發咗個夢。夢入面嗰棵大櫟樹出現，仲同木匠講：你究竟想攞我同邊啲樹比較？你想攞我同嗰啲有用嘅果樹比啊？山楂、梨、橘有嗰啲樹，果實一熟就俾人摘，枝幹俾人扭斷、截斷，小枝俾人掹到冇晒。佢哋就係因為有用，先至不停受苦，所以先去唔到自然壽命嘅盡頭，中途早死，悲慘收場。所有有用嘅萬物都係一樣，冇嘢可以例外。而我選擇咗自己冇用已經好耐，好多年前差啲俾人斬咗。而家我可以保存自己，活得長長久久，呢就係我嘅大用。如果我有用之才俾人斬，我會生長到今時今日咁大咩？仲有，你同我都係萬物之中嘅一份子，點解要互相比較？互相敵對？互相賭命？你呢個離死期不遠嘅散人，又點會了解散木嘅道理呢？木匠醒咗之後，將成個夢講咗俾徒弟聽。徒弟就問：如果嗰棵樹故意追求冇用，咁點解佢又要去做社樹俾人供奉呢？木匠石嘆咗口氣，話：唔好再講啦，安靜啲。佢特登寄託喺社神度，就係要俾唔識佢嘅人去議論。如果佢唔變成社樹，唔俾人敬畏，仲唔係早就俾人斬咗？佢保護自己嘅方法係世俗睇唔透、睇唔明嘅。你而家就靠外表去判斷，咁就真係離題太遠，睇得太淺啦。南伯子期去商丘旅行，途中見到一棵非常特別嘅大樹，大到點？1000架4匹馬拉嘅大車都可以全部擠喺佢樹蔭下面唞涼。子期就好驚訝咁話：哇，呢棵係咩樹啊？材料一定好特別。於是佢走前啲仔細研究，抬頭望樹枝，就發現係彎彎曲曲，完全唔直，做唔到梁柱。低頭睇樹幹，就發現木心裂開晒，用嚟做棺材都唔得。舔下啲樹葉，個嘴即刻腫晒，潰爛。聞下樹嘅氣味，人會迷迷糊糊3日3夜都醒唔返。子期倒抽一口涼氣講話：原來係完全冇用嘅樹，先至可以生長到咁巨大咁長壽。哎呀，神人就係最欣賞呢種冇用之物。之後講到宋國京市一帶，嗰度特別適合種植秋樹、柏樹、桑樹。但問題係，樹幹有1-2握粗嘅，
就俾人斬咗去做捆猴子嘅木樁；有3-4尺粗嘅，就俾大戶人家斬去做屋梁；有7-8尺粗嘅，就俾富貴人買去做完整大棺木。所以全部樹都未到自然壽命嘅盡頭就死咗，被人用斧頭斬死，呢就係有用之財嘅禍害。所以以前古代祭祀果陣時，凡係額頭全白嘅牛唔用，鼻孔反轉向上嘅豬唔用，生痔瘡嘅人都唔可以用嚟投河祭神。無足話，因為呢啲唔吉利。但係神人嘅想法同凡人相反，凡人睇嚟唔吉利、唔合格、冇用嘅，神人反而覺得係最吉祥、最好嘅。有一個人叫支離疏，佢個樣生得非常奇怪，頭縮到肚臍下面，兩邊綁頭高過個頭，條頸彎到個髮髻都向住天，五臟好似擠晒喺背脊咁，兩隻腳又貼住肋骨，可以講佢個身體殘缺到唔正常。但係支離疏一樣可以養活自己，佢幫人縫衫、洗衫，賺到嘅錢夠佢自己食用，又幫人播米、篩糠，賺到嘅收入甚至夠養活10個人。有一次官府徵兵，佢大模斯樣喺徵兵場度行嚟行去，支離疏完全唔使驚，因為冇人會拉佢去當兵。官府徵工要人服勞役，佢因為身體殘疾，直接被豁免。官府派救濟俾病人同殘疾人士嗰陣，佢可以領到3盅米、10捆柴。連形體殘缺不全嘅人都可以靠自己生活，平平安安咁活到老。咁何況嗰啲唔靠得幸博名聲，唔同人爭高低嘅人呢？唔搶出頭，唔同人爭，有時反而活得最安全、最自在。孔子喺楚國嗰陣，有個楚國嘅狂人叫婕妤，行過孔子門口，一邊行一邊唱歌，唱到好大聲。鳳凰啊，鳳凰啊，點解德行會衰落到咁嘅地步？未嚟嘅事等都等唔到，過咗嘅事追都追唔返。如果天下有道，聖人就可以出嚟幫手教化世人；如果天下冇道，聖人就要識得保住自己條命。而家呢個世道最重要就係唔好俾人拉去坐監，唔好俾人處刑。幸福輕到好似羽毛一樣，都唔知點樣先可以攞得住；災禍沉重到好似大地一樣，都唔知點樣先可以避得開。算啦，算啦，唔好見人就展示自己嘅德行。危險啊，危險啊，周圍去引人注意只會惹禍。收斂啲啦，收斂啲啦，唔好阻住我行路。行開啲啦，行開啲啦，唔好踩親我對腳。山上嘅樹木造成斧頭嘅病，結果斧頭反過嚟斬返山上嘅樹。油膏用嚟點火，間火反過嚟又燒晒啲油膏。桂樹因為啲樹皮可以食，所以被人斬。漆樹因為有用，所以被人斬枝。世上嘅人個個都知道有用嘅好處，但冇乜人明白冇用先至係真正嘅好處。人間世完。多謝你聽到最後喎。如果大家對本集嘅內容有咩意見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一齊討論。如果你鍾意阿啤嘅製作，記得要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， 仲要 share 埋俾朋友仔喎。唔該晒你啊！我哋每逢星期3、星期6有新片，我哋有緣再見。